有話直說1分鐘，隨住立法會選舉投票日臨近，各類競選活動亦都有條不紊咁開展。喺近日舉行嘅多場選舉論壇之中，候選人通過就唔同議題表達意見，展現出各自嘅議政能力，令公眾更為直觀嘅領略到本屆參選者嘅政治風采。不過喺和諧理性嘅競選活動之外，仍然有一啲充滿敵意嘅聲音惡意干擾選舉。上個月喺毫無事實依據嘅前提下，網絡上開始莫名流傳所謂祝福名單嘅論調，一啲貼文言之鑿鑿，稱呢一次選舉中央早已經內定。由於中央同埋特區政府及時澄清，加上近年香港社會局勢平穩、民心凝聚，呢一種論調並未掀起太大波瀾。然而反中亂港勢力並未死心，近日再度借選舉論壇生事，刻意抹黑曲解論壇中嘅個別環節。呢一類軟對抗嘅思路，同前幾年社會運動期間亂港勢力嘅做法如出一轍。但係值得慶幸嘅係，效果卻唔再似從前嗰度立竿見影。隨住香港國安體系日益健全，國安意識深入人心，以及市民近年切身感受到政局平穩、秩序井然，帶俾經濟民生嘅改善。人們唔再輕易被隻言片語蠱惑，而係可以更為公正理性嘅看待呢一次選舉。隨住愛國者治港門檻嘅設立，政治代理人早已經被徹底攔截喺管治架構之外，加之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所發揮嘅影響力，對於境內外反中亂港勢力而言，軟對抗幾乎係佢哋僅剩嘅手段。雖然公眾對呢啲言論已經有一定嘅免疫力，但係當局仍然應該採取手段約束呢一類行為，避免少數媒體利用網絡持續播下懷疑仇視嘅種子，製造更多潛在對立或者矛盾。此外，對於一啲帶有明顯不良價值導向嘅所謂報導，當局應該及時反駁同埋澄清，避免輿論進一步發酵。如果大家對此議題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分享。再見。